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日咱看到中国共产党阿强军事演习，引起到台北股市起起落落、关关价价。另外老一辈嘛讲，咱做人千万唔通看悬无看低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价、关价价、读过价第7条。台语字典解说价就是的意思。颠倒变的词就是悬，像讲路无平，咱讲有悬价坎；另外，阁有爬上爬落，咱讲是爬悬爬价。这个价嘛有共来意思，像讲配合降价。另外，阁有形容一个人技术真两光，咱讲这个人真价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价路，头前讲到意思就是不中用，功夫真两光。第二个词读做淡价，这个意思就是放好价、放好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条路关关价价，坎仔有够多，一寡老大人真歹行，要塞轮椅嘛无再调过。希望甲坎仔淡价，甲路创好平。结果主管机关煞武袂好势，实在真价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价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